台湾50条主要自由河坝，加起来差不多3000公里长，速度污染物有1/3按多。河坝主要的污染物有55%是生活废水。嘉义市有4大排水系统，中央大排是最主要的，且是总排水的60%。东西向的排水东川为主，分作北排同南排，个是北港海。中央大排同北排流经过4期过后。家庭污糟水都按呢流入白牛出海，就市政府针对牛出海上集主流团监测结果，一个水质总款唔合乎标准，一个污糟的排水撒喺嘉义市农民拿来饮田的水哟。为所对解决家庭废水的问题，市政府决定要来起污水处理厂，唔过打算起也提一个下节的鸟手，对一个改善污糟排水有限，赶快用水也唔会够清强。地方路提出的分期分摊的处理方式，不过市政府唔接受。多大嘉义市家庭污糟水污染偏气味有一例可言，市政府有打算用的基建呢？来看一个报道。阿里山山脉水系当中，一道水系就是强力水资源的源头。看到讲好迄鱼啊吼，规阵起来佚佗吼，啊，感觉迄头尾。鸟啊，伫迄个做水鸭，伫遐收水吼，我讲哦，青哩个水足水的，足清气的，嘿嘿，安尼啦。亚达北是嘉义市民生用水的水源头仁义潭，其同蓝潭当年提供4期27万3亿，当年我用到的强力水源。早先开始，就开始从这里有几条野溪这样开枝散叶下去，去补助嘉义一些市区的灌溉用水。嘉义市内一换水用后就有强烈的水可用，用过的水就对排水孔流出去，不过它就按呢流出的很。原先没有那么多住户的时候，山上的整个汇流下来的水是干净的，平常就用这个水灌溉补足了从两边溪抽上来，剩下用这个补足，原来是干净的。哪知道发展了几十年来慢慢坏了。我们忽略了民生用水、家庭用水、一些化学药剂，这样通通下来以后，产生严重的问题。你看这水拢安尼，这个整个都是家庭污水，你看。佢係種田基嘉義市田中里嘅里長，聽聽佢去，能看到嘅田中50萬公斤嘅田基位趕快用水。上游储气足济啊，我到就整个水源都排进来，是讲遐水真正吼，就开始一直污染，一直污染啦。顶悬都住户济，咱日常大家拢爱用水嘛，就每天早上呢厕所啦、洗衣的啦、洗脸啦、洗衣服啦、洗澡的啦，迄个厕所的水溢出来就是拢流去遮来啊。田中里伫嘉義市的東北片，正係嘉義市兩大水內其中一帶嘅牛欄河流域。頭擺田橋飲田都係用體保水無照石行水，不過田田水頭嘅沙期見到嚴黑，家庭廢水直接流到轉橋渡河，農民捐口頭送接3-4千戶人家嘅家庭污水來飲田。你啊看迄水真正，迄落流落到就真正有夠臭啊！迄個會使用。安尼水變安尼偌久啊？這差不多30噸左右啦，30幾噸啊。那現在也沒有辦法引野溪的水來灌溉了嗎？野溪的水也是很髒，為什麼？因為台灣良乙那個一個電導水，化學用的電導水跟養殖業的遐水攏灌溉伫野溪，野溪內底吼，規魚啊嘛攏死去啊。奇怪的是，田中唔算嘉義農田水利費嘅公開期，係算嘉義市下水土庫管理。不過下水土庫唔答農田公開用水。田中農民想要強烈的水來飲田，佢就會自家想辦法。就等於是自立自助了，自救自己了，自救了，對不對？因為是第一個，我們的污水的這個收集系統還沒有完成；第二個，即使是完成的，到他那邊也是排在比較後面。你要看偌嚴重就是講這是楊老師咧關心你啦。講一句實在，有誒真正，伊就無咧關心你啥物啊。江口嘅水見來見污糟。這一條水嘅田橋，唔係條件就係東無奈何嘅用家庭廢水來飲田。
10年前，李总同陶将军文化协会的前理事长，共下开始来做清华水源的头路。我对94年做水做清气了，96年因就开始一直布条啊，一直，伊感觉讲安尼这农民嘛当个种菜啊，吼，伊嘛当个这种菜，嘛讲会安尼，这会种植咯，吼，因为水有清气啊，收量嘛加足好啊，吼啊了怎一直改变，即马差不多1/3的人吼，有个一直回流倒转来。10年前，总理长无条件提供1800平的土地，用生态工法，用2年老家庭污水变强力，有19公顷的田丘，安尼又再个讲得嘞，系港意是随着清华观摩释放点。不过，佢希望效果会更康泰，安尼定做50甲的田丘都有强力的用水，唔系强压释放天天。就好像变成观光为主的呢，不是用来真的净水来给它的农作物使用，然后再变成说来发展农业呢，不是这样子呢。农田灌溉用水这个问题是矛盾的，相反的。以前农田灌溉用水一定是要用污水啦，就是说大便水啦，或是甚至用那个什么粪坑要去抽起来啦，所以大家要去吵架啦，因为那个比较肥啊，它才有那个肥料的功能啊，所以那种水是最宝贵的啦。但是伊敢知影所压的水是啥物水？要去重视。食安不是光，一个嘴咧讲食安，实际的你要去了解，食安是很严重的问题。你顶管的水源没有去彻底去一个改善的话，种不出好东西啦。重金属的东西，环境的荷尔蒙，有的，你会担心咩多苯环、芳香烃这种东西。科学伫倒有许多人家写的文章，全部都了解讲，也下你现在嘅家庭用嘅水排出去嘅时间呢，会有许多你想象无到嘅以前无用嘅、无存在嘅一种化学物质土地内。啲讲意思，我毕业定做家庭废水已经拿整桥水污染到满几垃圾用唔得。也许到时期污染也厉害。嗷啵的水面上，见看到像没用的暗部的东西不断出来，也特别就系农村的北片准桥，同港意思主要为排水太准桥重用太排，亚流夜流流过时期过后，清米流入牛栏河。在50年前不夸张的可以下去牛车我要给要当你背刷，现在没有人敢下去了，就大概下去脚大概会烂掉、会臭掉了，因为我们的嘉义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啦，这个也都没有处理，长久以来我也很希望说执政者能够在这一方面尽快的要改善，才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城市就环保署同港意思环保局针对牛栏河3枚主流亚节的监测结果。随着标准全唔合格，其他嘅污染源就系家庭废水。市政府未了解问题有几重要嘅，故所整治排水都唔得。对92年就地中用太排下設嘅要求，规劃嘅16公頃嘅污水處理廠。不過，在驗證工廠設計圖係抄來嘅訴訟案，韓國某些嘅公司有反講，拖為12年，到今還係無出無處。地下污水处理是0%啊，0%啊，我们的那种污水处理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才要用而已啊，这当然很遗憾，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行政我们不能严格讲，也不能讲叫行政怠惰啦，但这个拍文啦，因为遇到这个东西修改啦，然后从92年规划一直搞到104年，我们今年才真正的开工了。礁溪湾那边的规划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污水处理厂在那边，那我们把所有嘉义市的那个总的那个污水量然后我们大概有那个6万个那个 CMD 啦，就是每天有6万立方公尺的水要在那个地方来处理那我们的接管户我们预计有8万户对，但是有一些是在比较边缘的那个没有拿进来。要求污水处理廠延迟限制嘅設計，不過就算做好些嘢，恐怕未係廠無用嘅。因為我們台灣很多區都換除
后壁对后壁烧着，后壁大家拢去违建起来。你这个污水管是从后面那边接过来的，用户这管不是从前面的，很少从前面，都是从后面。那从后面一接呢，你盖板的违建在那边，有的这样盖了3、4楼，一直盖上去。那我们将来要进去做恐怕没有办法做。那不就白搭吗？我们如果要干线也好，管线没有接到家庭，那不是也是白搭？对。当然是检查各种各项的水用路大厦，就是北面太准、中央太排。日本所谓就规划的管排分开的准桥，下个位是饮片的准桥，下部嘅是排水的准桥。东大上的是天天家庭的污水量渐来渐多，韩国态度要开高。不20年来，中央太排根本冇办法做管排分开，自己所有的污浊水都天天太排。流入的太海部300公顷的天桥巷，外围从东北到西南，它整个都农田，没有重化。那这些农田依赖的水，还是靠这个中央大排跟部分的北排下去、南排下去的水。所以一旦把这个水集中到鸟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这些将近1000公顷的农田没水可用。市区那个生活废水排放经过社区这边来，那社区这边因为有些农田就是做一些灌溉用取用的这样。他们有得挑吗？也没有得挑了，因为就是只有这一条排放到社区，让社区里面做些那个稻米的灌溉。对世界的家庭必须生产出作物的品质，蔡定义自家没讲唔上。他们都有做检验啊，也没有跟李明讲得很清楚，只是说他们农会啦还是公部门来做检验，他们是说这个稻米是可食用的。很多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 就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这种东西呢，处理你环境里度呢，你头去晒啊，冇到环境里度呢，有个微生物啊，同佢分解都分解唔得嘅，有种东西呢。都会走到个土壤地背，同个种菜种乜嘅植物无都同个烧个鱼的烧个鸡烧个鸭嘅，烧个猪嘅，咩会受安样嘅影响？要求污水处理厂可能会是知道下季的天桥无水可用。故说长期关心地方水文的土长尊文化协会前理事长。亚白建议为本期本土的处理方式，将喺头摆为今天韩国囤水的北洋湖，系讲好好利用主体为处理亚的问题，为要解决市区东北角、韩国北区灌溉水源问题。大正年间东洋利用这做滞洪池，然后灌溉那个水。那这个水以前的面积比这个都还大，对。这个公园的气块是将近30公顷左右。那你放大了，把这个区域，你看这个水文就看得到了。我们的污排水，北排污排水从这里或从这里进来，它往这里排到牛头溪。那你在这里就有办法拍我们处理我们刚刚看的北排那些大量的污排水，而且那些农民就不需要再用污排水了。那如果说我们这边的设一座污水处理厂，那边的设一座污水处理厂。但是以后的管理的成本不符合管理的那个成本既然我们有污水系统了，我们城市也不是很大，我们只要接个管子去把它接过来，那是 OK 啊。那用这种方式是比较经济，对于未来的管养方面是比较经济的，而且不要去征收土地。那北香湖是一个很优美的地方，让我们那个嘉义的8景之一嘛，那就让它变成嘉义的恢复到原来的8景之一。这个区段仍然是很少的。那你可以变滞洪池，扩大滞洪池，更可以什么？水岸景观可以更漂亮。你为什么把它缩成一个小水潭呢？然后陆地挖那么大来种那个守野树呢？这是不对的政策。对用家庭废污水去饮田的问题，由防疫和保湿保健的土司长坚强调，家庭废水是有营养的水。另外，负责污水处理的公务处，主要是考虑取代土地而离偏。
对总理长康泰生态工法毛就杨理事长为本期本节处理污水的建议，并没考虑落去。好像他还没有用心到这一块去想到嘉义的污水处理，没有用心去思维水怎么来流到哪里去，我们污染以后流到哪里去，没有。这是通盘的检讨，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认知里面，这是我很遗憾。所以中央大排应该来讲，不管做了没做，它是一个样板。看港意思就看得到台湾一道天气的情形，必须变多变垃圾的速度，咱球咩比会处理还较急。政府单位老多靠污水处理厂为拆解解决问题，不过就算企业没冇清楚会有效果，系讲冇看较热、看较长久的位来思考、来面对水污染。前面所有陆陆不不的东西，会经过食物链，伫13年内示范作好。